數碼廣播，市民的心聲，但願你聽得更清。其實世界係冇公平㗎咯，即係見到大家咁用力，但係似乎得嚟嘅結果都係咁樣。咁但係每一次當你有希望嗰陣時，就好快有失望啦，覺得好辛苦咯，即係唔知點樣舒緩到自己呢啲情緒啊！希望政府聽到我哋嘅聲音之後，希望佢哋幫下我哋，唔好令到啲公公婆婆啊、大人啊同埋小朋友都聽唔到呢個台。我想講就係 DBC 其他唔肯住自己大股東咧，佢咁樣扼殺咗 DBC 咧，係根本就對好多公公婆婆啊，同埋即係好多需要聽你哋電台，係扼殺晒我哋嗰啲權利咯。數碼廣播，市民的心聲，但願你聽得更清。數碼廣播，市民的心聲，但願你聽得更清。而家可能喺好短嘅時間入面都唔可以再聽麥 Sir 嘅節目啦，感覺好似全部嘢都停咗喺度咁。咁唔知道點樣去連結翻嗰種感覺啦，真係好唔開心。DBC 將會唔喺度，我哋希望 DBC 即係再廣播啦。其實呢排嘅心情都唔係幾好咯，即係又有得聽又冇得聽。其實我覺得就好似一啲小朋友6年班畢業啦，佢唔可以同啲同學每日一齊啦，嗰個心情咯。我好唔捨得 DBC 咯，如果真係 DBC 可以復辦嘅，如果馬上你可以翻嚟做嘅，咁就好咯。數碼廣播，市民的心聲，但願你聽得更清。